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每次金融危機來臨前，專家們總是說這次不一樣，但結果呢？歷史卻一次又一次重演。查理·蒙格看透了什麼秘密，讓他能提前看到危機的影子？今天我們就來揭開這個謎底。星號蒙格眼中的金融危機密碼。星號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們要聊一個超級重要的話題。股神巴菲特曾經說過，如果沒有查理·蒙格，他不會有今天的成就。而這位傳奇投資大師在漫長的99年人生中，經歷了無數次金融風暴，從1929年大蕭條到2008年金融海嘯，他都親眼見證了。但最讓人驚訝的是，他總能在危機來臨前保持警惕，而他最關注的，就是一個大家常常忽略的比例。你知道嗎？蒙格特別害怕那些使用大量槓桿的金融機構。他曾經在採訪中明確表示，當金融機構開始誇耀自己的風險管理有多厲害時，他反而會更加緊張。這聽起來很矛盾，對吧？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其中的道理。當一家公司開始大談特談風險管理的時候，往往意味着他們已經承擔了過多的風險，需要用這些話來安撫投資者。回顧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機，我們都會發現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槓桿比例的失控。什麼是槓桿呢？簡單來說，就是借錢來投資。比如說你有100萬，但你借了900萬，用1000萬去投資，這就是10倍槓桿。聽起來很誘人，對吧？因為如果投資賺了10%，你的100萬就變成了200萬，翻倍了。但問題是，如果虧損10%呢？你的100萬就全沒了，還倒欠銀行錢。星號。2008年金融海嘯的慘痛教訓。星號。讓我們看看2008年的金融海嘯。在危機爆發前，美國5大投資銀行的槓桿比例都超過了30倍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他們沒有1塊錢的自有資本，就借了30塊錢出去投資。這種情況下，只要資產價格下跌3.3%，整個銀行的資本就會蒸發殆盡。而當時這些銀行投資的主要是房貸相關的證券，當房價開始下跌，違約率上升，整個系統就像骨牌一樣倒塌了。雷曼兄弟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這家有着150多年歷史的投資銀行，在2008年9月倒閉的時候，它的槓桿比例高達31倍。當次貸危機爆發，他持有的那些房貸證券開始貶值，銀行很快就撐不住了。短短幾天內，這家曾經輝煌的金融巨頭就宣告破產，引發了全球金融體系的連鎖反應。蒙格和巴菲特在這場危機中的表現卻完全不同。波克夏海瑟威公司幾乎沒有使用槓桿，他們的投資都是用自己的錢，或者是保險業務產生的穩定資金，所以當別人恐慌性拋售的時候，他們反而有能力去撿便宜。蒙格曾經說過，如果他們從一開始就使用更多槓桿，現在的財富可能是3倍，但風險也會大得多。他們寧願慢慢賺錢，也不願意讓槓桿破壞自己的避險位置。星號。槓桿失控的3個階段。星號。從歷史經驗來看，槓桿比例失控通常會經歷3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是樂觀期，這時候經濟狀況良好，資產價格持續上漲，大家都覺得風險很低，金融機構開始增加槓桿，投資者也越來越敢冒險。在這個階段，如果有人提醒要小心風險，反而會被嘲笑是太保守，跟不上時代。第二個階段是瘋狂期，在這個階段，
槓桿比例已經達到了危險的水平，但大家都沉浸在賺錢的喜悅中，完全忽視了風險。這時候你會聽到一句經典的話，那就是這次不一樣。人們總是能找到各種理由來說服自己，為什麼這次的情況和過去不同，為什麼風險已經被妥善管理。金融創新、新的商業模式、更先進的風險控制系統，這些都成為人們繼續加槓桿的藉口。第三個階段就是崩潰期。當資產價格開始下跌，高槓桿的投資者就會面臨追繳保證金的壓力。為了籌措資金，他們不得不賣出資產，而大量的拋售又會進一步壓低價格，形成惡性循環。這時候，整個金融體系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車，根本停不下來。銀行倒閉，企業破產，失業率飆升，經濟陷入衰退。星號，蒙格的智慧與警告。星號，蒙格在他的投資生涯中，始終對槓桿保持高度警惕。他認為使用槓桿就像在懸崖邊上走鋼絲，稍有不慎就會摔得粉身碎骨。他特別強調，投資應該從風險評估開始，而不是從預期回報開始。很多人投資的時候，只想着能賺多少錢，卻沒有認真考慮可能會虧多少錢。這種心態在順境中沒問題，但一旦市場轉向，就會付出慘痛的代價。蒙格還提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那就是金融機構越是強調自己的風險管理能力，它就越緊張，因為真正做得好的公司根本不需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這些。就像一個真正有實力的人，不需要到處炫耀自己有多厲害。當一家公司開始不停地談論風險管理的時候，往往說明他們已經意識到自己承擔了太多風險，需要用這些話來安撫市場。在波克夏的投資哲學中，保守主義佔據了核心地位。他們寧願錯過一些賺錢的機會，也不願意讓公司暴露在不必要的風險之中。這種文化讓波克夏能夠抵禦各種金融風暴，成為投資界最穩定的公司之一。蒙格曾經說，他們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如果感到不安，很快就會把大量的錢抽出來。這種謹慎的態度，正是他們能夠長期成功的秘訣。星號，現代啟示錄。星號。那麼，我們從蒙格的智慧中能學到什麼呢？首先，不要被短期的高回報所誘惑。很多投資陷阱看起來都很美好，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其中隱藏着巨大的風險。使用槓桿可能會讓你賺得更快，但也會讓你虧得更慘。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，最好的策略就是用自己的錢投資，不要借錢炒股。其次，要時刻關注金融體系的槓桿比例。當你發現銀行、投資機構的槓桿比例開始飆升的時候，就要提高警惕了。這通常是泡沫即將破裂的信號。雖然你無法預測危機什麼時候會來，但至少可以保護好自己，不要在危機來臨時措手不及。第三，要建立正確的投資心態。投資不是賭博，不是追求一夜暴富。蒙格和巴菲特都強調，真正的投資應該是長期的、穩健的。你應該把自己當作一個企業的股東，而不是一個股票的交易者。關注公司的基本面，關注它的競爭優勢，關注它能否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。這種方法可能不會讓你快速致富，但能讓你避免重大損失，並在長期中獲得穩定的回報。最後，要記住蒙格說過的一句話：我們尤其害怕大量舉債的金融機構。這句話不僅適用於投資決策，也適用於個人財務管理。
不要讓債務控制你的生活，不要為了眼前的享受而背上沉重的負擔。量入為出，穩健理財，這才是通往財務自由的正確道路。回到我們開頭的問題，為什麼每次金融危機前，歷史總是重演？因為人性從未改變。貪婪、恐懼、從眾心理，這些都是人類的本能。當市場一片繁榮的時候，人們就會忘記風險的存在，開始瘋狂加槓桿；而當危機來臨，又會陷入極度恐慌，恨不得把所有資產都拋售掉。查理·蒙格之所以偉大，不是因為他比別人聰明多少，而是因為他能夠克服人性的弱點，始終保持理性和謹慎。他看透了金融危機背後的規律，那就是槓桿比例的失控。這個簡單的道理，卻是無數人在慘痛教訓中才能明白的。如果你能從蒙格的智慧中學到一樣東西，那就是在投資中，保護本金永遠比追求高回報更重要。不要讓槓桿成為你財務生活中的定時炸彈。記住，慢慢變富，總比快速破產要好得多。這就是查理·蒙格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。